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168，今晚凌晨3点30分到9点30分更新维护，商店会下架一些礼包，也会更新一些内容，具体有哪些，我们来看看吧。1. 下架多买多送礼包，光环升级活动结束。2. 下架赌狗次元礼包。3. 下架黑龙宠物装备，宠物装备继承结束。4. 钥匙商店的武器装扮下架，明天更新。5. 无数奇堂活动下线。6. 明天应该会上线新的多买多送，同时更替新的称号。然后说下明天会上线内容。1. 游戏键位增加，并且都可以设置技能连招。2. 游戏卡片合成窗口优化，以后点了这个对话框以后不会一直弹窗了。3. 上线装备变换活动，持续5周时间。4. 上线新的世界 BOSS 阿斯马尔。5. 有需要脱坑入坑的朋友，可以看我主页的置顶视频。